咱搁一遍做个祈祷。主爱天地阮的上帝，多谢你，互阮今仔日听你话时间，你的智慧和道来到为不同教会甲正常的姊妹同心敬拜。上时阮也为着是安讲电视台所有一切这时间来献上祈祷，望上帝你灵帮助，也操作阮兄弟姊妹大家听心来支持这个电视台，会当伫台湾做济，无论是教育，无论是宣教，无论是福音，这等等的事工。阮感谢你，上帝你所富强教会。伫几年来，阮看见上帝你祝福因，大家用贴心三夫妻，互即间教会得成长。同时也感谢你，伫几年来，上帝你兴起，谢你尽忠一路步伫即个所在做工，阮同心感谢你的听人无煞。望上帝你继续扶持、保守，祝福去正兄的姊妹，也祝福去即间教会，你恩典满满，甲因同在。日日保守因，教会成长，人业齐天，高举基督性命伫即个社区，愿同心献出的祈祷，靠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我头一摆伫即个新的礼拜堂徛伫即个讲台。伫旧的礼拜堂，我常常有徛讲台。因为过去捌一段时间做咱富强教会小会副长，所以有迄个机会安尼吼。可能咱中间坐这较老辈的，应该过会捌我啦吼，嘿啦吼。我对台南民族教会伫遐30年久退休，退休了后就周游四海，也到处做帮忙工。也大概退休了后，有去美国一段时间，后来倒转来咱们去教会，搁来帮衬复国教会建堂，帮衬东宫教会起礼拜堂，东宫教会迄个起礼拜堂的即个音乐唱，甲咱拢总相像，同即个音乐唱安尼吼。了后也搁帮衬足侪种啦，去年是规年教会，今年来帮衬即个锡安教会。目前也搁咧帮忙中间，因为今仔日是咱台南中会的即个号做家庭协同中心主任，所以迄个教会派人去，我就互总会派来甲咱中间，目的就是为着总会会款即个新港港电视台播出即个福音的节目，总是当然伫制作各方面需要即个经费支持，我相信咱。富强教会一定大力来支持这个工作，佮叫咱师会这姊妹伫遮祈祷中间了解强调。我今年心理年龄是61岁，实际年龄是81岁，差20岁安尼啦吼。迄个意思是讲，我安尼虽然年纪济。总是心无老，继续做工，继续做工。因为若无做工吼，上帝念伊中断去安尼啦，所以我拢毋敢安尼做啊。佫上帝也拢比万工无我做。有人甲我讲，我退休了后，比退休较无。除了礼拜日、拜三，咱去讲道以外。有闲，我就安尼加点写作，我今仔日早一本册来看，叫我对看安尼看。这本写了，这本是第15本，搁再开始要搁再写一本第17本，迄本叫做《美丽的妇女》。这昨才出来，昨才出来，教会年历。甲岁时节气，我毋是要顶我写作，我就是甲大家讲，毋通休困做工，会做你就做，大家就努力去拍拼，为上帝国来着。
这是我的示范。阮中间上头做阮的平常的魔术弟弟啊，安尼吼，我真敬仰，吼。我来头欢喜到迄个年龄，希望上帝给予我做一寡工作安尼吼。今仔日我徛伫遮，还是爱代表总会甲大家说谢谢。我讲到了后，才放迄个影片，互大家来看。也目的就是讲咱教会大家拢传福音，传福音足需要足侪后壁经济上甲人力上的支持。耶稣传福音，保罗传福音，后壁拢一群人咧甲支持。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这个工作。咱知影讲后面有当时我做袂到，我袂当去个所在，后来我用金钱来支援去个所在工作。这就是咱大家伫主的内面为了传福音所做非常要紧。今仔日我伫遮甲大家来思考一个题目：人生五福。这嘛上是伫讲起我到伫这个年纪迄个61岁吼，生理年龄61岁时阵，也迄个生理年龄81岁时阵，一种迄个心声吼。我相信不茫咱在座，若到我同这年龄的人，不茫你会当同感我所跟你讲的吼。咱在大家若讲到五项福气，咱拢是讲财主受福禄安尼吼，也。台湾人真爱即个福，所以有一种叫做百福图，百福图。也是讲人伫咧报名的时阵，拢真爱用即个福，也共祝福，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，福星高照，是讲祈求天官赐福，足侪即款的即个福字因关，足多人爱报名叫福来啊，是讲咱大家咧大门年拢讲五福临门安尼。到底即个福的即个定义是啥物？看你的见解，甲伫你的心态的即个解说无共款。有人讲我3顿有9日通食，我感觉足福气啊！有人认为讲一寡遐个目睭无看的人。伊讲我若目睭看见，才要偌幸福个安尼，偌福气。有人无骹无手的人，伊感觉讲我若有骹有手，才要偌福气安尼吼。有个人拄着即个苦难，伊讲我若安尼，大家平安、身体健康，知要偌福气。请问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你伫即个所在，你有感觉你足幸福无？哎呀，我感觉我若会通做工，会当工作个，真正我最幸福。我讲足真正感谢上帝安尼吼，今仔日阮查某囝昨昏伫咧无倒来，今仔日陪我来安尼吼，也我感受就讲迄个真正上帝恩典安尼，是咱的即个心情。所以伫人生的中间，足侪事，你家己本身的心态、你的看法来决定你有幸福还是无幸福。我头先讲一个安尼故事互大家听。有4位不幸的人，这4位不幸的人，第1位欠一支骹，这个人欠一支骹；第2位目睭青眉；第3位就是规头壳拢无毛，就是讲秃头；第4个规面苗必白，叫做马脸。这4位不幸的人，大家做好朋友，也有一日。大家做伙带去个餐厅食饭，要餐厅食饭，谁要坐头一位，才要分配。伊讲安尼啦，咱4个人拢家己自我调侃吼，拢家己来讲家己，讲了后，谁讲了较有理，你就坐头一位安尼。第1位就讲啥物？伊一支骹，伊讲看觅，我是金家独立，金枝独立，所以定徛一支骹了，我用安尼哦。第2位，第2位，这个是迄个目睭青眉，这个人伊就讲啥物啊？我是一个迄个目中无人眼中无人的这个人，伊感觉伊较伟大呢。第3位就讲啥物？
伊讲我秃头就是无法无天啦，无法无天啊！哦，啊，这个第四位人也无讲啥物，伊就走去坐第一位安尼，坐咧首位安尼啦。伊讲啊你若无讲，你来走坐遐去啊？伊讲我不要脸啦，我不要脸坐遐。这个四位不幸的人，你用什么角度家己自我来解释你家己的人生？若要咱有当时啊，足侪人对这个情景达真忧愁苦闷，达伊安尼足艰苦过这遐生命就安尼行去，有时阵若想袂开，也着安尼做一寡这退发的动作。所以咱咧知影讲。一个人伫人生中间，你要怎去拿呢？代表这款不幸的人，也有一个快乐，或者是人生快乐的生活。基督教有一个哲学家，伊就安尼讲出来讲幸福就是将所有这个事物，甲伊达到一个足圆满的状态，将所有代志安尼通真圆满。有兄弟姊妹，人生实在是足侪缺陷。咱个正有困难念的经，有人好这项，有人好迄项，别人好无相同，对毋对？一样米一百样人，逐个拢有伊无共款的即款的处境。总是人要知影伫遐去哪呢？要怎去思考，换一个角度来想伊的人生，即个人生就有价。耶稣讲八福，今仔我讲五福，五项福气。耶稣讲八项，耶稣讲迄个八项福气拢对心中，譬如讲心内爽享的人福气，拢对心内，用安尼来讲起即个人生。咱台湾有一句讲福由心生，福由心生，福对心内生出来，所以我会使去讲人生五福。我看咱的周报中间有将我迄个大纲安尼印出来，所以咱会通根据这个大纲伫遐来了解。好像咱的人生爱知福，要知。希望大家书6章第60第8节，保罗劝勉信徒安尼讲：敬虔加上知足心，就是第二。道理的，因为咱无带什么到世间来，也袂通带什么去，煞落去。讲只要有衫通穿，有通食，你就知足。古早时代中东的人，咱台湾人有足多类似的所在。所以类似就是讲，向当时咱台湾人伫迄个60年代，伫阮做细汉的时阵，拢总真善良。毋通咱大家也有安尼，即个老辈还佫通体会着无？向当时是食番薯签、乌落落，咸粿咸笃笃，米酒配甜苦苦，迄款的时代。迄个时代食番薯签。这样年轻的人袂当体会，因为那么好，那个时候你们就有薯条可以吃啊。我讲有薯条可以吃，你吃吃看。你食3日，你目屎就流。总是我咧讲时代改变。过去阮细汉食金粿，食迄个较少番薯叶啦，番薯叶拢咧互伊食。总是今仔日金粿甲番薯叶好野人要食，迄个心态，迄个思考到底是啥物？有时阵我去看餐厅人咧办桌，遐有一道食素菜，有道食素质的，遐伊嘛出咧鸡肉，伊嘛出鱼干，伊嘛出鲍鱼，其实拢总是迄个面粉去做的。毋过伫个头壳来讲，这是鲍鱼，这是迄落鸡肉脯，这是啥物货安尼哦？伊安尼头壳内咧想咧，食较欢喜啊！当作足对。所以人生是一个心境，一个心态。这个心态就是讲，今仔日咱就要知影，迄个稳定，真侪人
处在福中，要说的较大声啊！不知住伫福中，毋知福。啊，所以咱伫遐个心中就袂满足，当然无满足，啊，你就袂快乐。有时阵咱怨天怨地，啊，怨某怨爸，啊，怨后兄怨堂妹安尼做阵做，啊，快乐，吼，啊，这。保罗家己本身安尼体会，讲我无咧什款的境况，我拢知足，亦是枵，亦是饱，亦是有通食，亦是无通食。我好甲大家告别。我当时要去做传道者，啊，去读神学院，毕业了后，我发现一淡薄，迄足偏僻，无人要去的所在。我迄时我心中就一个角度，我若通食食较好，我通食就食阿妹啊，嘛是咧过日。所以咱知影咱一个人来当去知足，啊，你的人生就快乐。这个福字对一个知足的人来看，伊可甜，对无？伊可甜。那对不知足来看，但係剩下一口一支嘴安尼。所以咱伫生命内面，保罗甲咱讲，咱存心毋通贪爱天财，着了知足，做啥物？做教业，做福利，这是第一个，咱爱迄个叫做知福。第二个爱惜福，爱惜福。今仔日所读诗篇是第一篇第10到第7节。有人讲大饼吼，嘛咧追求财主受福禄，你知影？内底拢讲起这财主受福禄。第二项就惜福，上帝互你拥有，不管你今仔日是1万的财产，不管你是1000万的财产，不管是100万的财产，不管是几十万，还是无钱，咱大家惜福，最少你身体健康，最少你平安过日，你无烦无恼，这是最大的人生福。好嘢人，好嘢人烦恼；当然善良人，善良人烦恼。总是上帝互咱无烦无恼，上大。所以咱就要惜福，惜福，保守咱的环境，保守咱的生活，保守咱现在咱的家庭，特别嘛保守咱的道德。咱知过去有一个叫做真出名叫做齐柏林吼，去比比个台湾，哇，全世界出名，比台湾安尼安尼熟悉。咱叫做福摩沙美丽都市。今仔日咱爱徛，为了徛去伫即个所在，来珍惜咱的环境，珍惜即个所在。有一个小故事咧讲起，有一摆讲伫即个海内底。一只细只龟，去拄着一个物件，伊讲，迄个细只龟甲问讲你是什么龙啊？伊讲我就是龙啦，安尼啦。经过100分后，这只细只龟变大只起来，有一个个相逢。讲哦，龙啊龙啊，你还是那么年轻啊，你是叫做什么龙啊？伊讲我叫做保利龙啦。哎呦，袂道理，因为年轻哩，所以咱迄个大风大应了后，风台后你去落海边看，拢总是保利龙啦，这龙拢飞起来安尼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真正爱惜咱的环境，爱惜咱的家庭，吼，也毋通安尼吼，互迄咱所认为足宝贵的，安尼来失去。所以，经我一个朋友，对父母伫美国倒转来，招我食饭。伊甲我讲，我转来吼，台湾变足济，毋是变好呢。伊讲变啥？我看电视，就是食毒的啦，逐日是车祸的啦，无烧拍冤家啦，无就抢劫的啦。伊讲台湾过去遐尼单纯，遐尼可爱，遐有人情味，
啊，遐好诶所在，今仔日变到你看，报迄个新闻，逐日报就是食毒、掠毒、抢劫诶，车落，啊，就是报这物。啊，所以感觉讲足感叹，足感叹。兄姊妹，上帝互咱即个土地，上帝互你献以为即个家庭，咱真正爱维守，毋通去互丧失去，吼，放弃。诗篇21篇第6节讲啥物？你互伊有大福气，到地永远，搁互伊伫你面前欢喜快乐。上帝要互咱欢喜快乐，互咱到地永远。上帝爱咱祝福，祝咱的家庭，祝咱所拥有这一切，珍惜咱的生活。今仔日全世界，全世界所有经济集中伫1%人身上，大概有1/3处伫腰部中间，1/3，一日才用咱代替38元，1块外美金要过日子，所以咱应该大家安怎爱迄个珍惜、祝福，哦，逐日你若晓祝福，心中就充满了感恩，也感谢，你才有快乐，你才有平安。第三项，爱施福，要施礼。保罗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35节讲实哩，讲好人的比体较好气。啊，你若读会着，毋通读毋着，但读毋着比好人的也比体较好气。所以你若讲要好人，你就读好人的比体较好气。你若讲要安尼帮赞人，你讲好人的也比体较好。今仔日我就是咧甲大家讲，咱爱好人，好人你有快乐，好人你稳健，好人你有快乐，你会得到更大运势。咱有一个人讲快乐因素是啥物？就是一半是知足，一半是欢喜好人，吼，喜乐的泉源一半是珍惜，一半是感恩。耶稣讲好人的比体较好气。施舍甲享受是一体两面，咱的手放伫顶，领受把倒转来，好人，吼。所以这个保罗也讲，好人是啥物？这是一个信徒的品德、品格。一个人有教育好人，表示你充足，你有丰盛，你才有道。甲人分享。咱知影即个佛教是相信轮回啦，啊，伫佛教内底有一个故事，就讲一个人过身了后，啊，变做鬼，啊，这个鬼去到阴间，经过一段时间了后，咁去轮回，啊，就要经过考验，经过试验。迄个鬼王就一个叫来干问。啊，伊要去投胎去转世。第一个叫来，讲当你要去投胎转世，有2款，你爱哪一款？第一款就是你爱人，拢互你的，啊是你爱互别人的。啊，第一个就伊讲啥？哦，我爱人互我，爱人互我，就讲安尼好，啊你去出世来吼，你去出世。第二个甲起来，讲你爱好人的，还是爱人互你的？啊，这个人讲我爱好人的。好，2个人去出世，迄个爱人互伊的，迄个出世做乞食。哇，逐日咱拢分互伊，当初你共讨啊，人拢分互伊。第二个出世去做好野人。但即种分互人，咱虽然无即款即个轮回线，无我今仔问你爱要出世做倒一个？我甲你讲，咱做个基督徒吼，
虽然无即款的，毋过圣经明明甲咱记，启示录14章13节，有一日你要带你所做的，倒转去见上帝。你要带转去见上帝，伫遐有报酬，伫迄个所在，伫遐有济恩典，济较少伫遐恩典。所以爱食做什么款人，你今仔日你爱讲着。所以咱知影，耶稣讲好人的比体靠落去。伫佛教的即个名词内底叫做布施，布施啊。有人是叫做钱外财布外面的布施，就是钱财的布施，就是救济帮助。有种叫做内在的布施，就是要怎样通过咱去帮助人、去鼓励人、去安慰人、去造就人，互遮个人会通得到勇壮徛起来，回心的互伊徛在。实际互伊做勇壮啊，两者的人得到公平平等，这是讲内在。我想咱大家会通做亲像即款的工作。上帝互你有教育即个定位，咱会当帮助。因为咱都袂当去电视台去遐做演员，对不对？啊去遐翕翕的，啊咧传福音，我会当用我的即个金钱来支援即个工作。这是上帝互咱的故事啊！因伫遐咧做，嘛是等于咱咧做爱，爱。啊，虽然也无金钱，毋过咱会通帮助照顾即个软弱的。啊，兄弟姊妹来做礼拜，有人安尼忧头苦面，啊，你会当甲伊问讲，啊，你有拄着啥物问题，伊祈祷，帮助你祈祷，啊，是讲甲伊遐咧鼓励。这拢总会通真简单，咱讲轻而易举的代志，咱会当做。所以咱就会晓得安尼想。第四项事，咱会晓修福，修调这福气，保调这福气，亲像你咧保你的荷包一样，定定讲看迄底啊，迄个钱在叫你捡去我落来。所以就会晓安尼保守，保罗讲啥？会讲你有信心，就伫上帝面前守。人伫家己掠做通行的代志，就爱家己，毋通来失去你责任。即款的人就好去啊！守调一个基督徒的本分，遵守耶稣的即个教义，守好。非常要紧，要保留这福气。今仔日真侪人真可惜，福气对咱的喙留掉去，福气对咱的手留掉去，福气对咱的情绪、咱的坐坐、咱的行为丧失去，无了，无保留的。那亲像牧师讲啥物？讲你的底啊破空，跌落去佫流去，所以上帝互咱的恩典，互咱福气，你爱收会了。我感觉讲，咱台湾教会吼足多问题，拢即支喙的问题。咱讲心歹无人知，喙歹安怎？这个俗语你敢毋知？心歹无人知，喙歹上歹代。喙歹上歹，好诶拢毋讲。什么叫做祝福？祝福希腊语就是有落去啊，是讲有落去，好诶话就是祝福。咱爱讲祝福，守调这个福，毋通人甲你讲一个安尼小可事就好。迄个一等前后，全教会人拢知。明明都无遐严重，讲甲袂输天崩地裂安尼。所以上帝互咱的福气，毋通通过你喙流掉去。
上帝嘛毋通迄个福气通过你的手安尼流掉。啊，真侪时阵，咱讲话也不知爱小心细致。保罗甲你讲，就讲祝福话，毋通讲啥物，毋通讲咒诅。所以大家要保守迄款上帝给咱的责任点。咱逐摆礼拜煞，拢叫做爱祝福，无私祝福。咱领受即个祝福，你从即个祝福分互别人，你从即个祝福去祝福别人，这是上帝爱咱所做。我想咱知影一个故事，大家真熟。有一个人做40岁生日，请4个朋友来回请了。3个朋友准时到，1个还袂来。迄个主人结果要害，伊讲啊，该来的还不来。其中一个听着，心内才袂爽快。那我是不该来的。所以伊讲是个我转来，即个可能第2个。我怕他不该做的做，哎，我怕，我唔对，他不该做我是该做的哦。他对我讲，你要讲春节联，我不是说你们啦，我不是说他们啦。他不是说他们就说我啊，哇，这个造啊！其实吼，咱台湾来讲，讲话它一个美感，一个美角啊，迄个美角老好哦，我甲你讲哦，迄听落迄偌爽快，一个人要讲剃手哦，先来甲我啥物啊？若甲我嘛疏疏咧吼，才甲剃起来，也袂疼，佫更不诚丰富。兄弟姊妹，咱真正心着福气，上着咱分辨，毋通通过咱的，毋通通过咱的手，通过咱的破空、破起来流掉去，这是非常不差。好来，最后一项。咱就来向福。传道书第6章第3节，传道书这本册叫做空虚的空虚。这本册佫一个意义叫做无意义的意义。感受着人伫这个世间空虚、无意义、无价值。一个人一世人打拼，拼到最后，到底你着是啥？你做啥？你留啥？这是一个非常要紧。你一生年日经过，最后你留下什么？你得到什么？所以咱伫传道书第6章第30讲，我人啊生100个囝，活长会寿，伊的年日诚多，总是心内无得到迄个福气，阁袂通得到埋葬。我甲你讲，迄个人不如生出来就死去人，迄个靠讲，迄个死去人，拼一世人，到最后还是什么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两袖空空啊！台湾来讲，双脚若夹齐，经迄安怎？对咧，食老嘛。双脚若夹齐，家伙无大气啊！你捌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长老，趁诚侪钱，甲伊太太讲，我若死吼，你互我摕面底叫我夹，宝宝咧，我要摕咧天堂，庙安尼。真正死了后。因某就叫伊讲，迄个金仔夹袂天堂地，去到天堂的所在，伊就讲你摕啥？讲金仔要会使用啊，你摕来创啥？
迄天堂啊，毋免欠着金啊！你看下，5个就破金啊！哎，我咧笨孙，5年就破金啊！你摕金要创啥？伤过济，天堂小弟们，当然这是一个过去啦。兄弟姊妹，我们要留下什么？咱要留什么？咱要做什么？做要得到什么？我想这是一个真现实，也一寡真要紧的问题，哈。所以我望咱大家在生的日子，真正你着做一寡有意义、有价值、老人通孝念、真真正正会帮助人的一寡这样的问题。没有，如果没有这样，有一天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。安尼人生真正过了就有意义。莎士比亚讲出了讲，我们要好好善待自己，好看待家己，该吃就吃，该穿就穿，想吃了就不想是不嫌贵，想穿了就不嫌浪费。不嫌浪费，你看会开，食会好，过落去放袂出去，人生这样。所以我常常爱讲讲，食就是你的，穿就是你的，用出去是你的，奉献去的才是你的，其他拢毋是。其他拢毋是，佮讲一遍，其他拢毋是。所以咱真正要把握人生。你会通食，我鼓励你就食；会当食嘛，鼓励你就食。到有一日，你倒落去哦，才会今日是说芳果好，我好物件去到对你的门床前，讲爸，你无食。我著食了，拢要使食，对毋对？迄个时阵你安怎？人带我看遐物件，心酸，真可怜。我做牧师我规工看太济看太济。有人最近我遮安尼去翻送一个做过兄弟，财产真济。结果，最后我用甲苦劝甲勉励，伊安心欢喜，讲我咧听候上帝甲我肯定，两手摊开，一切拢结束。所以，上帝予咱伫即个世间，上帝予你福业，传道书甲你讲，你要相信，你要得到，食了才是你的。天命才是你，奉献去才是你，用处才是你。当然，我毋是要甲大家鼓励讲，佫无钱，哭也哭食，哭穿，哭用，毋是安尼。要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要怎样真正来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？有人真正台湾人的观念，过去直直接，也无囝儿孙。囝儿孙也通甲咱保守，甲咱安尼守调迄福分真好。古早人讲一代当粮顿挫，二代长衫送土，三代点产为祖。去了解。当然，我毋是安尼讲，大家拢有情通，总是古早人留落来，互咱一寡在教示，咱大家会晓提醒。今仔日咱该做本分去做，该拥有去拥有。上帝予你世间，毋是要互你将物质、将金钱成做你的主人。遐个物件，食做你的路财，食做你的路宝，
遮个物件是要服侍你，毋是你要服侍伊。咱毋通将迄个分某导致。所以人生5项福气，毋是高享的五福路，毋是。咱要懂得知无、习无、思无、守无、想无。这5种闭关，这是我人生到今年81岁，我亲身的体验。我会使以上这分互咱大家，慢慢大家也去体会，常常去思考。咱家庭中间有遮理想，咱要怎样常常这5项福气送互伊？哦，你家本身若是理想，你要怎样来常常来守调这5种福气？大家为了这5项福气来行做，安尼才是真真正正你得到上帝予你的福气甲快乐啊！咱做咧，所以，阮的上帝多谢你会听，阮其实去三角地这个所在来思考人生5种福气，求主祝福阮大家，望阮大家会通去体会，会通明白，将这福气成做阮真正所得，成做阮所有，也成做阮人生。上帝你平安，祝福咱众大家，所听的记录在心中，啊！你祈祷靠主圣名来祈祷。啊，来伫奉献进前，请咱来放迄个做总会吼，互咱的这个包括那个吼。非常激动，特别遐老阿嬷讲甲老实，遐导游，遐带头一个人就四界话讲紧出来，紧出来，来看咱的祖公所咧讲遐阿嬷真正，一个人排边排街来请伊，互妈讲嘛，非常非常感动。刘牧师伫安过身了后，台湾不是的故乡，台语毋是礼物，伊的亲情要来伫台湾。故乡的分工嘛，无一个人来遮，总是伊下一决定，伊写一份回去英国听教会，英国听教会讲，请派我做第一任的台湾留学教授，真正非常需要我。出手亡命的拯救，是我一生的主修。要赞美那一切造物所想救我，要赞美上次那个天佑。对啊，可是大学毕业后，唔知就头
请大家支持啦吼，100不算少，1000会更好。当然。